Hello，欢迎收听。这次我们要来跟你聊聊一个流传蛮久的说法，有唐山公，无唐山婆。你可能听过这句话，其实点出早期华人移民社会那个男人比女人多很多的状况。我们手边这份何来美先生的文章，对这个现象有很深入的分析，而且不只看台湾，还看了泰国。好，那我们就来仔细看看这背后的故事。对，这个说法其实点出很多早期移垦社会的共同点。文章一开始就给了一个数字，1911年的暹罗，就是现在泰国嘛，首都曼谷，那个华侨男女比例哇差很多，大概10:3。10:3，那差很多哎。对啊，所以结果就是很多华人男性，就娶了当地的泰国女生。这个模式跟台湾早期，还蛮像的哦。真的可以想象那时候多难哦！那些客家山歌不是唱吗？千山万水难见面，远隔重洋转来难。那个离乡背景的心情，真的很酸。而且出洋讨生活风险超高的。没错哦。很多单身男的就是我们常说的罗汉脚，最后可能就客死异乡了。对，文章里面也提到，曼谷不是有个大丰祖师庙吗？他早期一个很重要的工作，就是帮忙收埋这些没有亲人可以处理后事的罗汉脚遗骨。哇，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当地华人那么看重中元普渡，很大一部分其实就是要祭拜这些孤魂。这背后故事很沉重啦。那泰国是这样哦，那这个现象在台湾呢？文章说，虽然开头有点像，但好像那个后来的发展又不太一样。对，开头很像，早期来台湾的汉人，不管你是闽南人还是客家人，也几乎都是男的。但台湾比较特别的地方是，汉人跟当时的平埔族群，就是所谓的熟番，那个通婚的规模很大，而且很普遍。所以是通婚这一点不一样。对，文章里举了一个例子，就是清代那个广东来的客家人张达金。我知道他很有名。对，他娶了中部八寨族头目的女儿，变成大家说的番仔驸马。后来还带了很多汉人进去开垦台中盆地。这种长时间大范围的通婚融合，就像文章说的，你血中有我，我血中有你，其实早就分不太开了。不过这也带来一些比较复杂的后果吧，比如说有些平埔族群的土地流失，还有文化上的汉化。没错，这是一体两面。文章里也引用了苗栗八仔族的潘大洲先生的说法。他怎么看？他当然也会感叹这段历史的变迁啦。不过他也强调，像台中今天的发展，其实是原住民跟汉人先民一起打拼出来的成果。共同的贡献。对，而且还有一个点，我觉得蛮值得想一下。什么点？就是这种唐山公模式，其实不只发生在清代那么久以前哦。何先生的文章有提醒我们近一点看，1949年那时候不是有大概200万军民跟着政府来台湾吗？对，那批里面一样有非常多单身的男性，尤其是军人，他们后来也是在台湾结婚生子，落地生根。所以这个模式某种程度上又来了一次。对，可以这么说。这对战后台湾的社会结构跟身份认同影响其实很深远。所以说到底不管那时候是去南洋，还是冒着生命危险渡过那个黑水沟来台湾，背后的原因好像都差不多。基本上是，很多时候就是原乡生活太困难了，或者是要躲避战争、饥荒之类的。大家都是为了找一条更好的活路，才冒险到一个陌生的地方。这种冒险跟牺牲，也留下一些痕迹哈。没错，你看台湾各地不是有很多万善祠、大众庙吗？有哦，常常看到。其实他们的功能就有点像曼谷那个大丰祖师庙，都是在安抚那些客死他乡的孤魂。这些地方都在默默见证早期移民有多辛苦。所以读完这篇文章，它其实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。就是台湾这个地方本来就是一个不断有移民进来，然后融合形成的社会嘛。历史是很多元的，是交织在一起的。对，很多人的家族故事里面，可能那个族婆只有记一个姓氏，但她真正的身份说不定是一位平埔族的女性，只是可能被忽略了。这个观点就直接挑战了以前那种比较单一的汉人中心的想法。理解
这段有唐三公无唐山婆的历史，还有后面很复杂的融合过程，其实能帮助我们了解，不管谁先来谁后到，不同的族群都对这块土地有贡献，都应该被尊重。没错。这或许能让我们用更开阔的眼光来看待我们是谁这件事。说得很好。那么这就留一个问题，让你带回去想一想。在我们这样一个深刻融合的历史背景下，当我们思考我是谁的时候，这个我，它的内涵是不是可以更加拥抱这种多元跟复杂性呢？